家就開完兩會，咁喺當中咧就係講低空經濟咧喺全世界嚟講咧，國家就係龍頭嘅地位。依家香港咧低空經濟咧就起步嘅階段，喺元朗區議會嚟講咧，我哋想推行一個咧先行先試嘅計劃。咁香港最大嘅平原咧就喺元朗，元朗咧就有個後海灣。後海灣嘅海岸線咧就相當之長，相當之靚嘅。咁我哋可以發揮呢個地區性嘅低空經濟作用啦，做一個生態嘅旅遊啦。我哋有一個蠔排咧，就喺呢個後海灣嘅，最高峰期咧就達到16000個蠔排。咁啊，香港政府咧就想有效咁管理啦，所以咧就用咗好多方法嘅。咁低空經濟嘅作用咧就係無人機嘅主體啦。咁無人機去管理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作用嚟嘅。香港咧就係一個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南大門啦。咁香港發揮呢個作用咧就非常之大啦。